年接触香港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跟驻港部队领导也一起参加研究香港的社情。香港的社会基础，咱们实事求是讲，是中国最坏的地方，比台湾都坏。这毛主席当年讲中国社会和阶级分析，你分析一个地方情况，你首先分析它社会的社会状况。台湾真正反共的人并不多，当地居民80%，共产党无所谓。去的20%很多抓上钉去的。香港可不一样，香港来讲，1997年咱们接管说，当时分析成分，居民成分3个1/3，三分之一是香港原住民和他们后代受港英教育，他有点傲气，但是来讲对你大陆还没什么怨恨。1/3是最坏的。1949年、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去的，对你刻骨仇恨，很多人。再有1/3，3年困难挨饿，那个偷渡，对你印象好得了。说香港回归之后就一个大失误，现在也总结，一切都不变，你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啊？